好，看来大家都已经预备好了。出埃及记2章24节到3章10节。好，我来读因为我们版本可能不一样所以我来读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3章1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监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西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是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讲到这个摩西他人生可以说，如果要讲摩西这个人有人说可以用3个40年，40年，40年。这40年起初40年，他是因为在那时候埃及的法老，他们因为以色列寄居在他们的国家，他们在他们的祖先当中，其实以色列是曾经有一个叫做约瑟的宰相带领他们饥荒来到埃及的地方，他们寄居在这里。可是过了很多年，在今天读的经文的前一经节说，过了很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过了很多年，多年到怎样，都忘记当初这个以色列曾经的祖先这个约瑟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的美好的事情。他们忘记，他们只想到一件什么事：你们为什么在我的土地上？你们跟我不同国家，为什么在我的土地上怎样越来越多人？于是就下一个命令说：凡是男婴的，全部都杀。摩西就在那时候，神的圣手扶持他，他居然逃过了一劫。很妙的，怎么样逃过一劫？是因为他透过他的家人、他的生母，把他放在一个这个防水的盒子，草做的盒子里，然后随着这个河水流下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把它保护，因为它会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只，越来越长越大，越没有办法来保护它的时候，就让它流到水里。没想到神这么幽默，法老要杀以色列人的男婴，要绝他们的后代。没想到神这么幽默，怎么幽默？让他河水流，居然流到谁的手中？法老的女儿。他在那边，埃及人都在河边洗澡，听到有哭声，一打开盒子，哇，超可爱！这个小孩怎样会跟他眨眨眼？心很软，说好，我要收养他。更妙的是，请谁来俘虏他？居然就叫了这样，神的手安排了很巧妙，就是摩西的妈妈，亲生妈妈来抚他。可是我们按照当时埃及的这个文化来想，这个纵使这个奶妈能够养他也是几年了，5、6年了。可是，在人生最重要依附时期的时候，他自己亲生妈妈可以来养他
所以摩西其实是在一个困境中，什么困境中？他一直不是在自己的亲生父母的家中长大，是在哪里长大？宫中啊，在哪里宫中？埃及的宫中，看起来就知道怎样，长得跟我不一样。我不知道在你的家中曾经有过这样吗？我跟人家长得不一样，在你的国家当中长得跟人家不一样，你被轻看的有吗？摩西有，从哪里知道？你以为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就很好康吗？就因此命很好吗？你想，这个是一个威胁吧？从哪里知道？他长大了，他在宫中学了所有的什么文武都学。有一天，其实他知道，因为自己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跟埃及人不一样，但是他跟谁一样？以色列人很想知道。有一天怎样？他居然怎样？生气。为什么生气？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人，埃及的工头怎样去欺负了这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觉得愤怒，于是他想要当一个什么拯救者，就失去理性，把什么埃及工头给杀死。这件事情是不是没有人知道？有。隔一天，他帮助的那个希伯来以色列人，他又走到那边当中，他们两个在吵架，是他自己的同族的人呢，在吵架，在吵水，你会怎样？啊，麦娜，不要这样，大家都是同胞嘛，我们都是怎样，都是一家人，吵架干什么？这时候那两个就怎样，推开，谁叫你当我们的和事佬？你又要像昨天一样吗？把什么？把人杀死吗？哇！我们看到一个想要当拯救者，一个有义气的人，最后变成什么？杀别人的人，祸害别人。到隔天，他变成什么？受害者。亲爱的大家，在你生命中是不是常常发生这样？你想要去拯救别人，最后你变成什么？受害者。我想，如果神在，我想摩西他会说：“上天你在哪里？上天你在哪里？我本来要为我的族人出一口气，现在我需要绕跑，为什么？”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他平常就被人家排挤。因为如果埃及法老他犯罪的话，他自己是最大，请问他犯罪，他需要逃跑吗？不用。可见现在他需要逃跑，是因为怎样？人家等很久了。我要除掉我的什么异己？好不容易摩西犯了错，好不容易可以把我眼中钉除掉。从这里就知道，其实摩西一直在宫中生活是很困难。这个时候他就绕跑，他开始跑，这是他人生的40年。原来在很优渥，看起来环境很优渥，但是精神可能很低潮的地方。他开始进入旷野，开始逃跑，开始招喽，开始跟过去所有的舒适通通没有关系。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他第二个人生40年的时候，就是神要开始装备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为怎样？他在那边遇到他的岳父，他帮人家雇羊群，还不是他自己的哦，帮人家雇羊群。有一天，他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事情？居然有怎样？一直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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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是常理嘛？可是却怎样烧不尽，这是我们长老会的标志，浑而不灰，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燃烧吧。像我们的张金英传道，我觉得他们一家人用一生，再怎么辛苦，24小时，这还不是 7-11的，是24小时随时 stand by， 这个哪一天会烧尽？如果我们有主的生命，
我们再怎么辛苦，我们知道我们有目的，我们就不会痛苦。就是这么，这就是神迹啊！摩西在这里遇见了，那神跟他讲说：“摩西啊，摩西。”他就呼召他说：“我在这里，我是你祖先的父亲啊，我是你祖先的神啊！我听见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看见了他们因为督工瞎子所发出的哀声，我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亲爱的大家。”神早就听见，在你们还没有听见他的名，在你们还没有相信他，在你们还没来迦南教会的时候，神已经听见你们在黑暗之处那个无奈的呼求，就像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一样，这个呼求，神就要呼召。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的圣经的背景。我想在最近也一样。在最近在社会上，你打开的新闻，有很多人一个一问上帝啊，你在哪里？我努力了半天，我的孩子活生生送到军中，传道的儿子还在金门，千万不要录音。活生生的人，谁期待回来的却是硬邦邦的尸体？神啊，公义在哪里？上帝，你到底在哪里？我想这是最近有很多人，他们会想说，最近传道有一个个案，就是他经历金融风暴，他的太太过世，他好不容易神学院，他是那个泰鲁格族的，泰鲁格是后来有的。他好不容易神学院神硕，还不是道硕，神硕毕业。他的太太辛苦抚养2个孩子，因为那2个孩子都是棒球班的。然后他在那个福林国小，因为离神学院很近，他的太太到神学院去洗碗，帮忙做事，支持他读书。感谢赞美主，终于不是道硕毕业，还神学硕士毕业，因为他就是一个为了这个社会不公义事情发生的人。因为他之前就是为爱护发声，他原来是个军人。你知道像这样的人在军中吃不吃香？不吃香，所以他认为他不是一个做军人的料子。于是他就在神学院读，毕业之后，第1年的夏天，他就来找我，说一念姐，我太太得了肝癌。在马街里面，我们很多人就去看他。主啊，你要用他，我们为他祷告。主啊，这么辛苦，终于先生毕业了。3个月以后，他太太就过世。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很多人来帮助他。过了很多年以后，又有一个姐妹是做美发的。愿意帮他抚养2个孩子还小，所以就跟他结婚，成为一个师母。师母真的很辛苦，我们这里有师母就知道，非常辛苦。但是1年之后，传道又听到1年前，我的太太肝癌，又是肝癌，这肝癌到底要跟他多久啊？没多久，他第2个太太过世。上帝，我真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就是不相信上帝就是爱。你有曾经过这样吗？如果上帝你真的爱，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些我在乎的人？神啊，你不在乎我是不是？还是你根本就是没有能力呀？我还要相信你吗？弟兄姐妹，一家人就是我们彼此修经。感谢神，他从哀痛当中经过。过了几年以后，差不多4年前，有人打电话给我，说：“音乐姐，你的那个朋友，牧师朋友嘞，
现在要结第3次婚了。哎呀，他用老婆真是用得很那个凶凶呢。我心里是在听着这个话，这可能是原住民的那个开玩笑的话。你知道那心有多痛吗？感谢主，他这个第3任的太太，为了他没有再生小孩，好好的扶持他，而且做很好的牧会。现在他能够帮助什么人？发出这个讯息的，不相信神就是爱的人，他用他的生命来陪伴许多的人。神就是用我们。或许你会跟摩西一样，在旷野前，在进入旷野之前，你有一些愤怒。摩西在生气之下杀死人，在这个崎岖不平的路上，他迷失了方向。我想我们会在做错事情或焦虑的时候，我们会迷失了方向。摩西也一样，一个被神用的人，在他还没有被神用在他未来的那40年，他第2个40年，神就用这样来形塑他。在什么时候形塑他？在旷野之中，在他愤怒的时候。摩西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保障旷野，如果你去过，真的没有保障，没有恩典可以说的这个困境。可是上帝今天的经文说，居然跟他说什么？这是圣地。圣地是什么意思？充满恩典之地。什么是恩典？好，你问得好。恩典就是白白的他给你，你没有期待的时候，他给你。他为了你生命，为了你做错的事情，说来，我替你受，我用我的生命替你死，为了是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恩典。我想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帮助在摩西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跟神来相遇，我们不可以避免的是，我们大概都会是在那个黑暗中，都会是在那个旷野中，我们才能够逼我们去跟神来相遇。不然，我们不会去想到神，我们只会想到什么？日子真好过啊！我们不会去呼求神啊。所以当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在困境中，我们在那个生气中，我知道我们很生气，我们需要更深的洞察力。你会说传道那么黑暗，那么我看不见，我哪里来的洞察力？你不用看见，你只要信心。你知道在黑暗当中有人牵着你，有人跟你说左，有人跟你说右，你心里就是有一个把握，这一关我过得了，我关难过，但是我怎样关过。摩西安静在那个幽暗无比的空间中，因为上帝就在那黑暗中。想不到我们居然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最黑暗之处，我们居然能够遇见上帝。所以或许有人说吧，恩典往低处流。我不知道你现在生命是不是在低处，你是不是有发出那样子的声音？上帝，你真的是爱我吗？你真的在乎我吗？可他又说，恩典像水一样往低处流。如果你是正在低处中，你要感谢神，因为黑暗是一股力量，黑暗要带领我们去遇见神，要让我们push我们去跟神来相遇。我们或许不常跟愤怒跟基督徒的美德联想在一起，但是传道要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看到不公义，这社会上结构上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真的要生气，我们真的要愤怒。可是我们的愤怒要说，主啊，我的愤怒是用你的标准，不是我，用你的眼光，用你的方式，合神心意的方式，不是我。我们看到主耶稣看到有人把孩子推到一边，耶稣很心疼的说，哎，这些孩子他怎样？他很愤怒说，你们不要把他推走。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是那个迫害别人的，要小心，因为神不会站在不公义那边。如果你站在不公义那边，你是一个迫害者，传道要说很抱歉，恩典流不到那里去。
恩典流到哪里？流到你愿意说主啊，我虽然苦，但是我行在你的正义公义中。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多一点想象，这个我们怎么样子来让我们的生气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去管理的，而不是像前40年摩西他出于非理性的。我们是要勇敢，但是我们要勇敢的说，如果这个生气不是神你要我气的，我要把它储存下来，我要用在我应该生气，让这个生气不是一个非理性的崩盘式的。相对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对这个社会不公义发出怒气，正义的怒气，那我们要说，我们当基督徒是当假的。我们要为受苦的人要发出声音，我们要为受苦的人站出来。至少我们要做一些事情，至少我们要说一些话。但是求神给我们智慧，神必要回应给我们智慧。那在邪恶绝对这世代的邪恶会让我们觉得很这个义愤填膺。那我们就要来好好的集合我们的力量，不要想说我们的力量小。我们基督教，我们的长老会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做。我想我们需要说，主啊，我愿意来到这个生命中。如果我有生气的地方，我看看是我自己错，还是这整个结构的错。如果是整个结构的错，主你的恩典够我用。这摩西就是在这个旷野中，他发现了自己，他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过去40年需要被神修剪的地方，在第二个40年，他开始行塑，为了什么？第3个40年，他要被神用，他要带领一群人来出埃及，带领一群人带领到他们应许流奶与蜜丰盛之地。我们的斋经义传道就是这样，他将来要在这里做见证。好，将来神怎么用他，我不知道他生命是不是40年，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过去就是要被神用，我们过去的经历就是形塑未来神要用我们的。所以在人生中，我们总是会有旷野的时候，这旷野是我们有的机会跟至圣者亲近的机会，与神来亲近，寻找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怎么来修整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打开自己，真实打开自己，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我想，这是今天的经文跟应许。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PowerPoint全部都是黑白，而且黑的比白的多？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在黑夜当中，天的黑总是会过去。在这黑夜当中，神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多的成长，让我们更发现自己。更发现自己，神给我们的那个使命，神也要行塑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彼此来帮助，在黑暗中我们彼此来帮助。所以在旷野中，摩西他发现了上帝。我们在旷野中，我们也会发现上帝。下个礼拜，我要邀请少家的来做见证，神怎么样在旷野中来让我们跟神来相遇。在旷野中，我们怎么样发现上帝？摩西也是在第7节的当中，他看见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神看见了，神也听见，在第7节，他也听见他们的哀声，神也知道他们的痛苦。一样，神看见我们，在困境中，他听见我们的哀声，他真的听见，而且他有办法，他介入，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你说存到阿波那龙伯刚到，时候还没到，你不觉得你的生命越来越清楚吗？或许你在黑暗中，你连照镜子你都照不清楚，你都看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但是神就是一步一步带领你，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慢慢的，你越来越有把握，你或左或右，你该走哪条路。在第8节，也在讲到说，他甚至亲自下来，神亲自下来哦，
神要介入你的生命，因着我们在黑暗中的哀嚎，他也看见在第9节，他也看见也已经预备了。第9节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对你不好那个人，埃及人怎么欺压他？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神要为你我来伸张正义，为你所感受到不平，神自己要来为我们来抚平我们心中的不平，他为我们来出声。在第10节他说我要打发摩西，打发只要愿意被他呼召的。这摩西可能你跟我都是，只要你愿意被他呼召。我刚刚看到我们的青年，我们的8位青年愿意被神呼召，他们的暑假好好的，不过他们真的很累了，因为我们营会很多，但是他们说愿意，神就透过在很忙碌中反而重新得力耶，这是何等的恩典啊！这个世人想都觉得很诡异的，怎么会这样呢？你们这个又志工又没有钱拿，我还去打工还可以有钱拿啊！你们这个不要干很晚，因为我们晚上还要开会，为明天预备，还要祷告，隔天又很早起来，你应该怎样？应该是很累啊，但为什么3天下来反而重新得力？我想，这就是神迹启示，神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没有读到的经文是什么？第12节。如果神现在打发你，神这个时候如果呼召你去跟他同工，你不用担心害怕，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的支路见证一样，神必与你同在。就像今天经文我们没有读到，我们现在要去回应神讲讲，但是神早就写在这里，你每一天去跟神咨询好不好？我们今天经文没有这个神必与同在，但是怎样？没关系，应验传道没有放在经文里面，我耶和华上帝仍然与你同在。神的应许不会因为传道人疏忽，或者是传道人故意，或者是你的敌人故意，不会。神的应许是信实，必与你同在。只要你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神的应许必临到你，记住，恩典是望必出临，越临恩典涌流越多。你有看过瀑布吗？是那个浸泡在神的恩典里，你愿意回应神吗？刚刚感谢神，已经有人回应神，要想起来，就要为少家来祷告，为这个社会底层，他们是因为社会的结构、家庭的结构，他们不是自己愿意耶，愿意为他们祷告，愿意伸出手来，愿意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彼此休听，我们一起来祷告。感受到我们在痛苦中的神，你听见我们，你也看见我们，在这整个大环境很不公平的结构中，你听见我们在夹缝中的那个呼求声。主，你更清楚知道我们的痛苦。主，你应允我们说，你要亲自下来救我们，救我们脱离那辖制我们埃及人的手。你要领我们出那地，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丰盛之地。主，你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谢谢你应允我们。只要向你祈求，只要相信你，主，你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